我妈还有一个逻辑特别的奇怪，就是她天天觉得如果我不喝牛奶就会缺钙，然后最后就骨质疏松，然后流落街头。真的，我从来就没听懂过这个逻辑。我上一次有这种感觉，还是我路过一个剧场，上面写了个标语，然后上面写着"导盲犬禁止入内"。我当时就在想，这个标语它到底是写给盲人，还是写给导盲犬的呢？从技术的角度来说，它只可能是写给导盲犬的，但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导盲犬在这个标语底下抽着烟说："那我走。"而且我妈这套逻辑让我有一种怀旧的感觉，就是你们见过数学习题册吗？数学习题册后边的答案永远有3句话，叫"由此可见"、"容易得知"和"略"。我每次看到的时候就特别的懵，怎么就由此可见了？咋就容易得知了？你别略呀！但我妈就是这种感觉，我妈逻辑跟这个一模一样。有的时候我在想，我妈可能就是一个数学习题册转世。这也难怪我为啥每次一看到习题册就会说："妈呀！"今天，我妈也来到了现场，支持我。其实我从小的时候表演，我妈就很支持我。我第一次表演的时候，我妈还给我鼓掌来着，但我妈鼓掌的方式很奇怪，她是用一只手在我的脸上鼓，一边鼓还一边夸我："你挺棒啊，啊，你长本事了你啊，你可以呀你啊。"我本来以为我妈打完我之后会像那种台湾偶像剧里面的家长，看着自己的手说："我做了什么？"但我妈没有，我妈打完我之后是看着自己的手说："我变强了吗？"